别看我是香港人，但是我非常了解天津。在这里，老一辈人非常怀念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南子食品街，另一个是风味食廊。大家好，我是松哥，我嚟自香港，在天津已經打拼咗20-30年了。在這麼多年，我也伴隨着天津這麼大變化。香港跟天津這兩個城市呢非常像，這個城市不僅有市井文化，也有高大上。這幾年，這金灣成為這個天津打卡的旅遊區了，各地的美食都集合在金灣廣場。這我看啊，很像以前這個天津的風味食廊。我知道天津人很喜歡吃粵菜，我就帶咗一批嘅廣東嘅兄弟，把最正宗嘅粵菜文化帶到這裡。我在這裡不只有中餐、晚餐，還有港式嘅早茶。很多人來天津嘅旅遊嘅遊客，他們嘅第一站沒有吃天津菜，反而來我們就吃粵菜。天津人啊，跟香港人一樣懂吃。如果你啊想品嘗嘅正宗嘅老廣味道，可以俾紅哥嘅機會嗎？